樓市持續暢旺，二手屋苑尺價屢創新高。新近小西灣、南灣半島錄得一宗罕有頂層複式特色戶成交，尺價突破2萬元以上嘅3年新高。小西灣、南灣半島嘅特色戶供應有限，僅個別座數頂層提供罕有複式連天台嘅特色戶或相連單位。呢類特色戶單位一年未必有一宗成交，上一宗頂層複式戶成交已經係3年前。當時嘅成交尺價更接近2.3萬元，而最新成交嘅係南灣半島7座頂層複式連內置樓梯上天台特色戶，單位建築面積達2125平方尺，實用面積1420平方尺，並連有482平方尺天台及332平方尺嘅平台，3層複式，4房2廳，連主人套房、加工人套房、主人房互認全無敵。海景大窗及內置樓梯上天台，眺望將軍澳南及日出康城海景。單位源於2個月前成交，當時售價為2880萬元，但其後買家因事撻訂，業主新近提價重售，最新成交價微升20萬元，連同先前因撻訂沒收嘅90萬元訂金。短短2個月間多賺110萬元，折合實用面積尺價達20423元。原業主早於2009年12月以1805,000元購入單位，持貨17年，帳面大幅獲利1099.5萬元，期間市值大幅上升61%。想知道更多成交消息，記得訂閱我哋頻道，撳埋個鐘仔，只要有新片你就立即收到通知。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Century 21. This is our time. This is our century.